唔鬧。誒，驚乜鬼啫？我先唔驚佢啊！翻嚟係落功課，有冇乜鬼咗你唔好着咁夾？我每次翻去都咁講嘅，最近嗰個收離手機，仲企得快啲翻去做啊！得啦，你做晒啦。做都算咗你啦。自從阿媽俾咗我手機之後，我就毫無節制，成績都開始下滑。但我點樣先可以控制好自己呢？一定要諗個辦法。太好啦！